大家好，我係香港霹靂舞運動員曾子華。今日為大家聲演嘅書係《現代科學家的毅力》節錄，不負恩師厚望的物理學家嚴濟慈。農村小子嚴濟慈從來都冇諗過可以坐上大洋船去法國留學，因為佢冇錢，屋企都冇錢供佢留學。踏上征途係因為3個大學老師認定佢係一位有天分嘅理科人才，於是自告奮勇提出共同資助佢出國嘅。喺1923年嘅秋天，嚴濟慈靠親友同自己嘅積蓄作路費，懷住又驚又喜嘅心情出國。資助佢嘅幾個老師冇能力一次過俾一大筆錢佢，嚴濟慈手上嘅錢只係夠佢喺法國生活2-3個月。以後就要靠老師匯錢俾佢啦。得到咁多老師嘅器重，嚴濟慈默默咁諗：我一定要自勉，要努力。到咗法國，最初2-3個月似乎一切順利。嚴濟慈死慳死抵喺距離巴黎唔太遠嘅小鎮讀中學，好俾心機咁學習法文，每日嘅生活都好有規律。佢手上嘅錢慢慢用完，又收唔到老師嘅匯款，佢開始心急啦。日日都盼望收到消息，一落堂就即刻趕返屋企睇下有冇信，但係信箱總係空嘅。冇嘢做，冇書讀，冇錢用，冇飯食，呢個月嘅事都唔知點樣解決。我已經心神恍惚，唔想再諗啦。我咁大個仔都冇經歷過呢種失望者嘅懶惰，焦急者嘅怨恨。好彩後嚟都收到匯款，原來何老師嘅太太病咗，佢啲錢全部用晒嚟俾太太醫病，所以拖到呢個時候先至將3個月嘅錢一次過寄過嚟。何老師如果唔係真係有困難，都唔至於會俾我陷入呢個困境，或者佢都喺度同情緊我，為我流淚呢。佢越困難，我只會對佢越感激。嚴濟慈只係希望能夠讀好書嚟回報佢嘅幾位恩師。佢跟住又考咗3次試，攞咗3張文憑。佢去咗法國1年幾就攞到碩士學位，而且成績好好。教授都對佢另眼相看，希望做佢嘅博士導師。1925年夏天考完試之後，佢去咗拜訪物理系嘅法布利教授。教授問佢點解要讀物理而唔讀數學。嚴濟慈話：中國科學太幼稚啦，要有人做創建研究所、開設實驗室等工作，所以自己唔想放棄實驗科學。暑假之後，嚴濟慈就喺法布利教授嘅實驗室裏面研究石英。佢花咗差唔多2年時間，創造性地諗到一個測試方法，精確咁測到石英可以出現幾大變形嘅實驗數據，將佢寫成論文，得到法國國家博士。嚴濟慈對石英嘅研究同你我嘅生活都有關係。我哋嘅鐘錶同電腦裏面就係用咗石英。平時我哋成日話分秒必爭，但係生活裏面時鐘準到1秒就好足夠。呢啲實驗數據對做出準確度極高嘅鐘錶同其他器物十分重要。嚴濟慈嘅論文好受重視，巴黎嘅報紙上稱佢為中國科學家。佢嘅論文喺法國嘅物理雜誌上發表，當地嘅物理學會仲請佢去演講。嚴濟慈既冇辜負法布利教授俾佢喺實驗室工作嘅名額，亦都冇辜負到義助佢嘅中國老師。1927年，佢又一次坐大船飄過印度洋，再遇返到中國，好多大學聘請佢，佢教咗1年書，再去到巴黎晉居里夫人嘅實驗室進修咗2年。返嚟之後，佢接受咗人工唔高嘅國立研究院工作，主持物理研究所，又設立咗鐳學研究所。雖然中國條件艱難，但係佢同法布利教授想喺中國成立研究所同實驗室，做科學實驗工作嘅志願，終於達到啦。
一齊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M21，兼撳着個鐘仔啦！